谁在潜意识里不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呢？你敢说你不愿意因为拥有财富而让你家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，让你的朋友更快乐，让你自己更加骄傲和自由吗？此刻他在告别自己，虽然他们相貌还一样，衣着不太相同，甚至气息表情也没有变化，但是他身体里面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一直对他的犯案过程没有很大兴趣，我更想了解的是他初次涉险时的心境。我曾经很多次地尝试着去重复那个过程，我发现那是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。如同人生中许多种初次体验的变化一样，一旦过来，便也坦然了。完成了自己蝶变过程的陈一平，沉浸在虚脱般的平静中。后来他总说给我一句话：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。我一直试图了解那一夜，他躲在银行的柜台下，度过漫漫长夜备受煎熬时的心境，但是我失败了。我终于明白，那种了解是没有必要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从此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坏人，少了一个好人。
来了！哟，老陈，今儿来这么早啊？哎，够早的今天。陈老师，来这么早？我看错时间了。起得真早。那我去换衣服了。好嘞。是我的。是陈一平吗？怎么样？没事。对。好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对呀。我跟你爸爸出去一下哈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哎，佑佑，你爸妈呢？出去了吧？刚才还在呢。什么事啊？算了，跟你说不清楚。哎，拿的什么呀？我爸给我存的钱。瞧把你美的，压岁钱都存上了吧？什么压岁钱？你看这多少啊？瞧你爸妈给你存压岁钱，还能存多少？爸，你昨天干嘛在院子里烧棉袄啊？啊，爷爷和奶奶在天上冷了，爸爸给他们送棉袄去。哎，一平，过2天咱们全家人去旅游去吧，好，好，好。是吧？到你养父那儿去。现在动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做贼心虚。爸做什么贼了？啊，我再把那锅下去。我去，你们先吃。给我。哎，嫂子，老马，陈老师在家吧？他不在不在吗？啊，有事儿啊？那我跟您说吧。哎，您说。这也是不好意思说。您看，就是那个钱的事儿，您看。你看这钱，要不然等老陈回来。嫂子，您看我这也是小本生意，最近也是周转不开了，不然的话我真的不会开口的，是不是？您既然家里有钱了，是不是？你是？我看孩子拿那存折，那200块钱也不够嘛。是200。没关系，嫂子。反正咱们都互相了解，我也知道陈老师也是好人，是不是？那这样，爸，你欠钱了。跟陈老师商量商量，回头我再听信儿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回去了。我不想让你欠钱。好吃啊。马叔。小勇啊。写什么呢？对你来的正好，这样，你给马叔写一个2万，写后边加0的2万。这是2万。是啊。那你再写一个20万。这是20万。是啊。要是点点呢？点点就点在这边。不是，这是点那种带小尾巴的那种点儿，点在哪儿？还点在这边。那要是点在这儿呢？这叫什么？这成20了。这叫20啊。那点这儿呢？200。那后边这0算什么呀？就没了。谁教你的？老师。
去，走。你把门给我关好了。哦。